来看今年上半年有超过62万的国人去越南旅游，也毋过越南来台湾的旅客敢若21万外人，差要3倍。新任的观光司长陈玉秀嘛，带团去越南参加旅游展要来争取越南的旅客来台湾。有学者是表示讲，因为咱国对越南签证的限制较济，有业者嘛认为，因为台湾的消费较贵，饭店嘛真贵，这拢是原因。 去年春节，因为旅行社的缩小，将旅客放伫咧富国岛，不过并无减少个人去越南旅游的兴致。今年顶半年，个人去越南旅游有62万外人，不过越南来台湾只敢若21万7千人。台北市旅行工会观察，疫情过后，越南快速发展观光，有风景、有议题建设，对一寡消费力较悬的中壮年以上旅游族群较有吸引力。不过越南来台湾的旅客成长无够多，力道还是稍显不足。希望呢，就是多给我们一点在地的地接旅行社多一点资源，或者是各县市政府能多提一些方便我们越南进来的一些行销方案。这么越南旅客来台湾就要团进团出，集体申请签证，大部分拢是5天4暗，留伫咧北部的较多，有一寡会去中南部，不过拢无去华东。上爱是101西门町，也有草山看花。越南是东南亚第2大来台旅游的市场，越南的经济成长快速。 企业奖励旅游风气十分的兴盛，属地来台潜力的企业，包括台商来进行拜访跟推广。越南目前只有关红专案，它并没有免签，在整个签证的这种推动上面，我们还是有这个持续加强的一个空间。 观光司长陈玉秀、加地方政府代表，也有73位业者做台湾观光代表团，去越南的澳籍名区参加国际旅展，推销台湾的旅游。观光学者讲，这么越南政府全力伫咧发展观光，一直有新的景点，台湾伫这方面就要加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